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先看今日新闻重点。台积电投资美国，在野批评换无人一句安全保证，行政院长邓英泰强调，关键技术一定留伫台湾。美国中东特使表明，当日安排后礼拜伫沙地阿拉伯甲乌克兰高层会谈，目标签订和平协议。马街病院别人资料传出空去海客提起背后诈骗集团，检方当日调查，卫生部要求加强病院治安。新闻一开始，先看台积电扩大美国投资，总统赖清德强调无受到美国的压力。行政院长邓英泰嘛讲，这关键技术一定会留伫台湾。不过，这在野党是批评讲，把咱的技术甲人才拢送互人，却换无人一句安全保证。国务部长顾立雄嘛强调，台积电扩大美国投资，未影响到台湾地缘政治的重要地位。台积电宣布伫美国扩大投资，总统赖清德亲身说明，无因为美国的压力。行政团队嘛大声喊话讲，台湾半导体产业会继续伫国际确保关键技术的领先地位。魏董事长在会中所说的，台积电未来在台湾的生产计划不会改变，而且会持续的增加。作为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台湾当然是它的最重要的生产基地，而且会以台湾为研发的中心跟核心。川普放话说会课100%的关税，这个100%关税，我想这是美方的他们的一个说法嘛。就企业的这个策略来讲，难得的一个好机会啦。他进去了，他拿到的这个算是能够到另外一个掌握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他拿到了这把钥匙。不过在野党并不认同，批评台积电强行变作美积电，执政党所甲国家重大危机，讲作是台湾的骄傲。我们的总预算还不到3兆。就是表示这一次增加的这个金额就已经超过了我们1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的规模。台积电每年的投资以未来这个4年，大概有60%的经费都是在美国，另外还有德国跟日本，扣掉之后，只有剩下25%是在台湾，这对台湾当然是有影响的。今天我们把台积电送给了美国，那么台湾的安全承诺在哪里？看起来好像是欢送台积电，而且呢是丧事喜办。自己作为台湾的国会议员，删减国防预算、冻结国防预算，都是史上最高，前所未见。每天在弱化自己的国家防卫能力，反而去要求美方或是台积电来负起保卫台湾的安全保证。这是什么样子的怪逻辑？对于台积电去美国投资，是不是会间接降低台湾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国防部长顾立雄嘛表示，台积电去美国是壮大台湾，不是下入台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针对台积电这届投资，有专家表示，这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来讲，应该算是利空。嘛建议讲，这台积电会当先用拖的，因为这美国建厂的速度会较慢，讲袂定等到2028年这全破落台了后，台湾也是会当保持咱半导体优势。台积电宣布伫美国扩大投资1000亿美金，市场的无确定性扩大。伫初节，台股开盘小盘19.2点，尾是庆行上悬到22747点。上尾是挡袂牢维亚指数，搁在平5盘破150点，到22557点。台积电以平盘开出，尾估计上加到1000块。我们可以说，美股的基期相对比较高，开始往这个基期比较低的这个中国相关的这个科技股来走。台积电到美国投资之后，是不是会对它的毛利产生影响？影响台积电的未来的这个投资展望？市场的无确定性有关，专家讲，总体经济面，台积电增加对美国投资，再加上美国对墨西哥扣税，所以可能会对越南甲印度也扣税，将会逼这寡设备大厂甲台积电做伙前去美国，造成台湾的产业空洞化，对台湾的产业是不利。从产业的角度呢，就是担心，因为台积电是霸上逃，所以当台积电过去以后，
它的上下的供应链跟着过去，就会产生空洞化的疑虑，也会影响到台湾的总体经济跟 GDP。专家分析，若是台积电去美国投资的执行度达到100%，台湾的失顿将会无去。建议台积电用拖等待改变。在美国建厂效率差、行政效率也差的情形下，4、5、6厂呢，可能等到规划好要盖的时候，都已经是2028年以后。川普总统已经离开位置了，所以我会建议台积电采用以拖代变的战略。但主方认为，虽然台积电美国厂也会增加3座晶圆厂，但是美国建厂的效率正低，一个厂伫台湾起好要2冬，伫美国可能要4年。只要投资执行慢慢来，可能有机会维持台湾失顿的战略地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准国防部处长柯博奇表示，台湾的国防预算应该提悬到占 GDP 的10%。这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表示，目前是遵照罗总统的指示，会尽量达成3%的目标。因若敢会阁增加军售买美国的武器，顾立雄是强调会继续来评估。我们都是有关相关的武器装备的采购，都是基于防卫作战的实际需要来进行采购的。我们在台美在进行这些相关的这些所需要筹购的武器方面，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说美方是故意要塞一些我们跟防卫作战实际不需要的武器哦，大家都是共同讨论。针对日本经济新闻亚洲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认为卖武器只是双方的买卖，无代表安全保障。顾立雄嘛表示，台美双方有共同的利益，会继续加强国防实力，会阻止战争来发生。继续来看马偕病院进前电脑去骇客攻击，最近伫咧乌市网站，随着出现讲有人咧卖9000万条患者的个人资料，而且讲已经去诈骗集团买去。警方即马咧当咧调查。卫生部长邱泰源嘛表示，已经招诉法部来针对病院的治安来讨论对策。病院内底人是真侪，咧挂号看医生。国内马偕病院有大量病友的资讯，即马刷标出告诉外泄，可传出被诈骗集团买落来。暗望这篇文章标题直接点化，将马偕病院全部病人资料，为基本的名字、电话、住址、身份证、细到病历记录拢总付，出卖病人个资，高达1660万笔，开价差不多是代票328万。卫福部也跟数发部来共同研拟各医院的指引，我们要严格的把关，一个非常强的防火墙。卫福部证实，马偕病院系统要被骇客攻击，检视论坛内容确实亲像是医疗资讯，不过是不是为马偕出来，要搁调查清楚。案发了后也紧密处理，建议伫医疗院所建立更较强大的防火壁，以防用文字回应。专案要搁等检调查比对，不过提醒民众爱细致诈骗。10几年前，自己在医学中心台北荣总就有经历过这种骇客攻击的过程。那时候呢，其实被损失的资料呢，就我们胸腔专科医师读书会啦、考试使用的一些资料啦。其实病院被入侵早不是稀罕的代志，有医师分享过去也无拄到人质病院被网络攻击，骇客卡有将近100万的比特币。病院加做被害的对象，相关治安防护是不是确实引起讨论？他们的 IT 跟治安的防御的部分，事实上相对而言是比较薄弱的。骇客基本上在做这个攻击的时候，他就会选择这种相对而言 IT 跟治安防护比较薄弱，然后金流的部分也比较庞大的这组织来做一些攻击。就算各族经济爱国检验，不过专家点出病院的治安防护依然有强化的空间，建议升级软硬体系统，采取多因素检证等方法来阻止骇客攻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中华太和路滨高道，昨一架货车，那就是要过时，车熄火煞掉伫咧这路中央。拄好这时阵，这牛仔嘛要放落来，货车煞直接甲弄断驶走。事后是去人开3张罚单，这代替嘛准备要讨赔。民众的行车记录器翕到滨高道顶头停一只白色货车，驾驶落车甲长期铁路栏杆捡起来，偏去后斗，就随驶车追走。
初六这件事故有民众看了感觉有影含糊，地点伫彰化市的太和路平交道，为监视画面来看，白色货车驶到半路，雄伫平交道停落来，尾后平交道的号志咧弹啊，铁路栏杆也已经放落来，驾驶煞继续驶，停咧黄色绑仔线顶头，加载无发生事故。应该是车先开走啦，佫当啊扣机安尼受危险嘛吼。以往弄的时吼，哇，遐火车慢慢来时吼。我超累吼，造成更更大的灾害。警方已经找到迄个驾驶，驾驶讲，迄当时因为车辆操作不好势，车才会伫平交道向停去。行经肇事地点因操作不慎与铁轨上起火，待发动离开时，遮断杆刚好放下，导致货车车斗勾到遮断杆断裂。这个驾驶除了牵涉撞入平交道，还有5年来无驾照驶车2届以上的记录。除了警方要甲开3张罚单，代替也要甲讨赔偿，追究相关责任。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桃园的大有国小今透早后进车路的这自来水管别讲是影响到有到9000户。水公司是怀疑讲，可能是这水管的压力伤悬，大车搁伫咧顶面来去，才会别开来漏水。已经赶紧派人去处理，按算下晡就当正常来送水。路边破一坑，水一直对下骹冒出来。初七透早5点半左右，团作路面漏水。第二发生的所在伫咧桃园大有国小头前，早起学生要上课，都好即天发现，赶紧通报自来水公司来修理。学校有交通导护嘛，早上7点20几分有回报了，回报有管线破裂，然后马上通报之后，他们很快就来，但没有影响交通。怪手伫咧现场一直学，自来水公司离区处桃园服务所接到漏水的通报，自赶来现场，先把水关起来，派怪手来学，确定管线漏的所在，就开始修理漏的管线。等管线修理好，才把路铺平，预计会到3点之前恢复供水。那目前初步判断是200的 mm 口径的塑胶管 PVC-P 漏水。那目前来讲，预计抢救到下午3点的部分会恢复工作。漏水的管线是成功加压站伫咧加压供水，地质公司讲，可能是因为管线压力悬，加路口一直有动车经过，一直地了造成，总共影响1727户用水户。停水的区域包括桃园区三元街、三圣路、公园路、大有路、成功路3段。民光东路、民友8街、民友10街、福源街沿路，一个巷仔内已经通知里长，以后也会继续监测这个路段的管线情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一个公共幼稚园的主任向检举讲，会挑工甲囡仔椅仔踢倒，佮关门去夹囡仔的手。这幼稚园是表示已经接到通报，等咧调查。教育局嘛要求讲，爱停用主任接受调查，连另外一件这收费的证据做伙移送法办。穿红衫的国姓园长拖一名学童入去教室，去家长指控不当管教，伊也曾经甲同事伫咧办公室起冤家，摔电脑的设备。伊2018年伫咧台中某公幼发生这2件争议事件了后，去调到乌日这间公幼担任主任，没想到又搁涉嫌虐童，民代接到检举批评欺负包庇。有小朋友被老师夹手指头，把椅子脱掉，让小朋友跌倒在地上，还有就是故意把椅子翻倒，重点是连续3天，这种老师还可以在我们台中市的教育界生存，我就感觉到很奇怪了。拉小朋友的手，然后去做说这样子可能会夹到手，所以我们是觉得这样不是很恰当，所以我们就赶快通报。校方证实，国姓主任顶个月17，以诉将一名幼童的手放伫咧拄拖门边，搁再关门，造成手部挫伤，也有挑工将椅仔并倒，互小朋友绊倒，马上来通报。教育局刚月24函请学校停聘，已经启动调查。2月24日函请学校将该师停聘，目前加速调查中。另该师还设有其他违规事项，加减其相关事证，以请地检署查办。他蛮热心的而且因为我们有托育还是什么家长比较有托育上的问题，他也很热心帮助我们，疑惑压抑的。其他的家长听到消息感觉真意外，甲伊平常时热心的印象有出入。台中市教育局是表示，2018年这2件案件拢有对郭姓老师告记一届新届行政处分。
这届担任主任，除了技术有不动关卡以外，也搁向检举延长照顾费用收费、甲午餐退费上也出现争议。后续会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公视新闻台中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美国中东特使已经表明，当咧安排后礼拜伫咧沙地阿拉伯甲乌克兰的高层来会谈。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表示讲，后礼拜一会出发去访问沙地阿拉伯。也那罗西亚总统普京是强调，任何的和平协议拢需要保证罗西亚长期安全。伫咧美国甲乌克兰元首会谈讲到无爽快散会了，两个国家的关系怎么个出现希望？美国总统川普的中东特使魏科夫吹达讲，美国甲乌克兰的官员后礼拜可能伫咧沙地阿拉伯会谈，目标是建立和平协议的架构，并且达成初步的停火。President Zelensky sent a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I think the president thought that it was a really good, positive first step, and from that. We're now in discussions to coordinate a meeting with the Ukrainians in Riyadh or even potentially Jeddah. So the city's moving around a little bit, but it will be Saudi Arabia. 魏科夫也讲，川普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最近写来批表示正满意。泽伦斯基也证实，后礼拜一伊将会去沙国访问。泽伦斯基目前即马人正伫咧比利时布鲁塞尔，甲参加欧洲紧急峰会各国领袖见面。欧盟已经批准8000亿欧元，加强欧洲的防护，并且发表支持乌克兰的声明，但是匈牙利并无支持。北约秘书长吕特对美欧会谈的期待成果展现乐观。不过，川普虽然被问到对乌克兰的看法时阵，再一遍重申乌克兰无其他的选择。I think what's going to happen is Ukraine wants to make a deal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y have a choice. I also think that Russia wants to make a deal because in a different way that only I know. Only I know they have no choice either. 另外，针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将核保护线延伸到法国。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吹到伫咧一场活动讲，提出任何和平协议拢要确保俄国的安全，并且提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惨败来敲击法国核武威胁的言论。Еще со времен Наполеона, нашествия Наполеона, до сих пор кому-то не имется все. Есть еще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хотят вернуться к временам Наполеона, забывают, чем это закончилось. 另外，川普也讲，伊会正紧就决定是毋是要取消差不多24万位因为俄冲突独立家园的乌克兰人临时合法的身份，只有可能让因快速被驱逐出境。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美国总统川普过车拄则宣布讲，要针对墨西哥甲加拿大的产品进口扣25%关税。昨说是搁再宣布讲，要延长到4月初2才来实施。敢是市场压力？这川普嘛强调，伊将来就唔咧管市场。Well, there are no delays at all. No,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arket. I'm not even looking at the market. 美国总统川普吹打讲，全世界股市下跌，甲伊决定然后对美国上大贸易伙伴加拿大一个墨西哥扣关税无关系。美国股市吹打收盘，纳斯达克指数进入修正期，标普500盘到11个以来上低。Le dije, estamos teniendo resultados, presidente Trump. ¿Por qué ahora que puso las tarifas?Pues cómo vamos a seguir cooperando, colaborando con algo que daña al pueblo de México. 虽然墨西哥查到32公斤的芬太尼会当合成做鸦片，搁输入美国，所以是川普对墨西哥上不满的问题之一，因此对墨西哥提出关税。对前几礼拜，墨西哥打击帮派交出29个和美国当局对峙的嫌犯，伫两国边境部署1万墨西哥的士兵。因为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讲，最近甲川普通电话，内容是在正趣味。温太华伫咧会当有限的未来将会继续进行贸易战。If you want to be a numbskull like Justin Trudeau and say, "Oh, we're going to do this," then it's going to tariffs are going to go up. But if you want to sit back, have a discussion, they all have my phone number too. 川普宣布4月初2进前将会暂缓对所有符合美墨加协定的商品扣25%的关税，内面包括伊第一任期讲成的美墨加协定所包括的范围。墨西哥大约有一半的商品伫咧美墨加协定的范围内，加拿大比例较低，所以这两个国家也是有一寡商品会被扣关税。
川普为什么改变想法？北京的官员讲，是因为汽车制造商答应家己的供应链迁登去美国。一个就是加拿大甲墨西哥，伫咧因为芬太尼离死亡的方面有努力。就伫川普宣布延后关税了，加拿大财政部长讲，未继续对几60亿美国商品扣第二波关税，不过安大略性讲会继续。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联合国妇女署上新的报告，因为这气候变迁甲民主倒退因素影响，去年全世界是有1/4的国家女性权利是行倒退，就业甲社福无平等的问题，甲性暴力的状况，因为这新冠疫情甲战争影响是愈来愈严重。伫咧国会认真的质询，怎么有愈来愈多女性从事政治的工作？联合国的报告显示，自从1995年北京宣言行动纲领，也就是妇女权利目标制定以来，全世界各国国会女性代表人数增加超过1倍，不过男性犹原占3/4。And so right now, a girl who was born today will wait until she is nearly 40 years old. Until she sees equality in parliaments everywhere, parity in parliaments. She will be 68 years old until child early and forced marriage is ended around the world. 联合国妇女署伫7月公布的报告内面也显示，虽然自2010年到2023年之间，有社会福利的女性代表人数增加1/3，不过犹原有超过一半的女性人口生活伫咧无这种保障的所在，而且就业市场的性别差距问题，几10年来拢无改善。25到54岁女性内面，只有那63%做有薪水的工课，共年龄层的男性是92%。The gender gap i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which is around 30 percentage points, has barely moved in 2 decades. And COVID-19 certainly made things worse. Just in 2022, cases of 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 have increased by 50%. And almost all of the victims of these horrific crimes are women and girls. 报告内面讲，新冠疫情、全世界冲突、气候变迁，一个人工智慧这款新兴的科技，拢是加重无平等的潜在危险。报告也提出解决问题的计划，包括促进 AI 等新科技使用平等，推展气候政治相关措施，进行投资、消除散车，增加公共事务参与，也有打击性别暴力。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目前，伫咧咱国内跨性别者，若是要变更男女登记，就先爱有手术挽掉性腺器官的医疗证明。有人权团体今日是去到监察院来陈情，讲内政部这条规定分明就是已经违宪，所以一直唔愿收集，要求爱调查。人权团体手举票据来到监察院头前，不满就算司法已经几落届判决强制手术违宪，但是依照内政部的函释，下性别者若准备变更性别登记，就要交出已经摕掉性器官的医疗诊断证明。人权团体不满这款吞大人权、身体权、健康权的违宪规定，内政部到今还阁唔收集。确实应该要监察委员帮忙。告诉我们的内政部说，不要再违法违宪了，赶紧把这个函释撤销。潘立明表示，第一件宣告强制手术违宪的小议案到今已经3年半，内政部也是唔肯撤销函释。面对地方行政机关的函询，也是回应讲，依照已经违宪的函释办理。讲白了，就是把这个锅甩锅给地方的基层的户政机关。这其实根本就是内政部的怠惰卸责哈。人权团体指出，台湾下性别社群大约有1/4是非自愿性别，也就是无法度被定义是查甫也是查某。也若这非自愿社群内面又有将近8成是支持免做手术换证的。当台湾政府将一群人视为不应该生育的治理对象，我们凭什么说台湾是一个尊重人权跟自由的国家？也若内政部提前一天就发新闻稿表示，性别变更除了当事人个人身份转换，更加牵涉到社会群体。当咧研究性别变更认定要走向法制化规范，日后也会配合法治办理性别变更登记相关事项。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卫福部实施医疗事故预防甲争议处理法，主要讲若是有医疗争议发生的时，爱互双方先来调解。不过去年也是有806件争议调解事件，有这法界人士就建议讲，
政府应该设一个救援基金，该强制医疗责任险由主管机关协调来扩大理赔。医疗科技一直进步，医疗服务水准也提高，不过医疗纠纷依然一直发生。虽然卫福部在去年至2024年实施医疗事故预防甲紧急处理法，简单叫做医护法，让医病双方先调解。不过去年依然有806件医疗紧急调处案件，而且刑事诉讼法修正，申请甲鉴定人要到定税明甲雇名才规定。医界认为，这国考医师无愿意出庭，也无愿意雇名出来，面临动作压力。医界小到不行，小到特别是重症科，像神外或心外他那个其实对医师的压力是大到非常大他一具名，其实所有鉴定人都是你的老师或你认识的人。到庭延迟说明，那要接受这个诘问，会形成一种针锋相对的这个局面。根据台湾高等法院刑诉庭统计，2016年到2023年期间，医疗勘查诉讼民事案件十大过失样态统计，以违反各地税明义务上罪有457件，其中骨科、医美甲妇产科医疗纠纷案件是前3名。法界人士建议政府应该成立医救专责基金，或者是强制医疗责任险，由主管机关协商扩大理赔范围。如果你的经费是来自国家，特别是我常主张是说，像我们这回超征的税收的时候，这是最好的时候，你就拨个50亿当做这个基金。通过的医疗事故的预防与调解，这个也很重要。这个就是最近如火在讨论。那中间如果有什么比较不知案难行或者是我们都可以来考虑修正，都没问题。卫福部强调，医护法施行进前甲施行了后，医疗紧急调处案件成立率为原本的39%升高到45%，已经发挥一定成效。未来也甲法务部共同研究推动刑事诉讼法修法，让医疗纠纷的处理制度更加完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健署调查，台湾有超过66000名的这青少年有咧食加热烟，也是这电子烟。为着防止青少年受到烟害，有民间团体检讨卫福部2年前所公布的这烟害防治新法7大重点，也发现其中有4项是无及格，甚至一个加热烟的部分是完全无做规，摕到0分。动起来，健康台湾，烟害防治动起来。烟害防治法实施特别满2年，当期关心烟害防治民间团体拜告召开记者会，检视卫福部公布的烟害防治新法7大重点，发现这7大重点当中有4项无及格，3项需要搁加强，其中分数上低是防治加味烟的部分，连1分都无。不管是行政院，不管是立法院的朝野协商，不管是卫福部的官员，他已经都口头答应了，就是除了烟草原味以外，禁止任何天然或人工添加的口味或风味添加物。这么明确的方向已经拖了2年了，健康台湾依旧是挂零。民间团体呼吁卫福部应该要全面禁止加味烟，另外4项无及格的部分是全面禁止电子烟，扩大室内外公共禁烟场所，加重分享罚款，和增订加热烟健康风险评估的审查机制。民间团体认为政府无确实落实。所以其实烟害防治法修法，大家都认为是一个会有效取缔这个新兴烟品，结果没想到很多东西都是例外。包含加味烟也是公告出来27种，并不是我们认为的全面禁止。那这个是第一项之外，第二个，它甚至在执法的部分，我们讲电子烟全面就禁止了，它也没有真的去查缉，还有真的去采罚。针对民间团体的批评，国健署是回应讲，烟害防治法新法实施2冬来，台湾食烟的比例是有豆豆啊降低的趋势。未来嘛参考民团的意见，回应民间的期待，提供台湾的青少年伫咧无烟害环境大汉。记者陈选柯敏哲台北报道。过去10年以来，台湾女性心血管病死亡率大概增加18%。2023年，逐天都超过40位女性因为这心血管病来死亡。有民间团体出面呼吁，要重视男女心血管病这健康的差别，避免误着治疗。
所有的心血管病其实占我们女性的总死亡人数其实22.45%，也就是说不到5个女性就是因为心血管疾病而过世。心血管疾病对查某人生命威胁被当看轻。过去10年来，台湾女性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增加18%。妇产科医师黄建派指出，查某人的月经甲心血管健康有真大牵连，无论是避孕、有心或者是更年期，都会影响到查某人的心血管健康。产后的照顾如果能够做得好，可以避免掉这些心血管的死亡，因为有70%的死亡是在产后的10天内，如果是心血管相关的。男女伫咧心血管疾病风险甲健康照护有差别。台湾女人连线对2007年开始关注这个议题，2016年响应国际定当年3月第2个拜五是台湾为着查某人穿红衫的日子，提醒爱重视查某人心血管疾病风险。台大病院心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张朴恩表示，10多年来有愈来愈多查某人意识到重要性。他们有健康的这个像高血压的药物、心脏血管的药物、心律不整的药物，他们在怀孕前要进入这个怀孕的当中，所以他们就问我说，这个药物应该怎么使用？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差异的话呢，我们将有助于女性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防治。国健署指出，今年开始成人预防保健服务提供免费定期健康检查的年龄降低到30岁，呼吁更较侪女性接受检查，提早发现三悬的风险。因为全民健保署嘛，当来建议心脏年癌的共同照护模式，注重男女之间心血管健康的差别。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电火消息来看，高雄近一阵仔，因为天气反热，鼻拢甲脚青，拢传出讲有民众去乌龟，甲顶甲挡袂牢。鼻龙区公所嘛，伫咧面册赶紧来通知，出门就尽量穿长远的。这环保局嘛表示，会派人去喷药啊，嘛提醒民众厝内环境要保持清气，蚊啊才袂一直拖。甲手伸出来，唔免偌久，一阵乌龟仔就连面挖过来。最近高雄地区天气反热，伫鼻拢甲鸟青拢有大量的乌龟仔出现。民众出去外口，若是无穿长裤长裤，唔免10分钟，马上就去互乌龟仔顶甲鼻。鼻拢当地邮局表示，天气若是变热，乌龟仔就愈高。这2天都袂少人走来买红蚊仔水。我这1-2个礼拜进了大概15、16瓶，这1-2个礼拜全部都卖光了。为什么？因为小黑蚊多啊。来买的民众有没有说？都是指定说小黑蚊。真较少，较暗的较多。敢有好订到？有啦，我都有啊。既然存在了，就让飞来飞去的，无所谓啊。那会不会受不了？被咬到受不了，就真的赶快跑啊！一直抓啊，抓痒啊。乌龟仔伤猖狂，就连美容公所初5下晡也紧急通知大家爱注意。环保局表示，要防治乌龟仔，上好的办法就是对源头来做，将环境变个清气，乌龟仔无所在通生拖，自然就减少。环境管理的部分，宜清除居家附近潮湿处的青苔，阻断小黑蚊栖息地及危害。针对本市民众曾经的公共区域，环保局会进行喷药防治，以及时降低小黑蚊之危害。乌龟仔唔是蚊仔，是一种会四过通拖，好定着的所在会上足久，甚至有人会过敏。环保局表示，会派人去喷药啊防治，民众若是出外，嘛要做好预防措施。记者郭家祖副教育高雄采访报道。继续来看花莲寿丰盐寮村的山坡地，最近受民众发现向乱倒粪扫，大部分拢是建材甲装潢的废弃物。环保局是表示，已经请检方来协助调查，依法开发。一个接到民众通报有人伫山坪乌白蛋真侪粪扫，花莲县环保局随甲保持环境以及林保署巡山员到现场查看，看到超过1000坪的山坪拢遭粪扫，内底有装潢废弃物、水泥建材、家庭的旧衫等，连军服都有。我们以废清法46条来做第1项第4款来做处理。那相关的罚则呢，它是处以1年以上5年以下的刑罚，有期徒刑以及并科罚金1500万。当地民众私底下表示，这个所在因为较严格，附近无住体，暗时较暗的情况下，都变做有心人处理粪扫的所在。进前慢慢发生过几落届，不过土地属有一半私人，一半国有，爱向负责管理，煞有问题。
我们一样就是会先调查地主以及行为人。那如果查获行为人的部分呢，要求行为人要能够做改善，以及负起相关的责任、刑事责任跟行政处分的责任。环保局讲，目前已经请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协助调查相关可疑的车。目前嘛，伫本所队内找到一寡小单，会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并要求地主爱做好管理责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云林县目前列管的跳木场是全国上济，有到1900间。这业者一年是爱纳2期的水务费来收垃圾水。若是以饲1000只猪来讲，一期大约就是爱纳2万5。不过去年下半年，这期还有66间是欠交单也未纳，依法上当是会罚到30万。云林县市场业者真济，为了维护民众的生活品质，跳木场的废水就要经过处理，符合标准才会当放。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政府对106年开始征收一年2届的水污染防治费，也毋过有业者认为费用伤悬。无都政府规定的嘛就爱纳啊，感觉较无合啦。因为咱的市场就经过开足侪钱废水处理啊，成本足贵啊，合法，就是佫叫做事故费。有业者表示，饲1000只猪一期爱纳25000块左右的水污染防治费，也有真侪业者是透过代书协助办理煞无说理过期。对此，环保局是表示，云林县113年度下半年，目前还有66间也未纳。目前申报的总家数大概是1340家，好，已申报的是1274家，然后有33家未申报，然后33家已申报，但是未缴费。还是呼吁这些就是还没有完成申报的业者，赶快尽速申报。环保局表示，业者若超工照相无纳钱，会当依水污法处6000块以上30万以下的罚款；若事业废水无经过处理，就凊彩排放，造成放流水超标等行为，会当处6万块以上2000万以下的罚款。呼吁业者爱遵守相关的规定。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的关火站，为着要鼓励民众关火，过去就办过关火送米加送生活用品的活动，不过讲这效果拢无啥理想。这届是换甲这行鸡仔业者来合作，只要关火500cc，就送你一只鸡仔，嘛吸引真侪民众来热情参与。初七透早，台东关火站客满，要拜关火人，因为这摆关火站甲行家业者合作，要送出100只行家予关火500cc的人。因为关火有行家通食，伫台东也是第一摆，互民众感觉真稀奇。无到2点钟，命也就满啊。我们8点前就到了，后面发现，8点前就已经蛮多人的。送跑期就刚好动力，捐血的动力就赶快找到就过来了。台东关火站表示，火库为过年了后，就当黄灯，库存偏低。这摆多有行家业者愿意送行家。关火站伫网络宣传，想要到效果真好。关火站安地出现摆个长路的人。我们是配合整个高雄距离中心的那个运作方式，所以这个现阶段的那个库存量是达到黄灯跟绿灯之间，所以我连起来还算 OK。台东关火站预估，这摆活动应补充至少150个新火，互台东地区用火压力应转好。暗过也是希望民众应继续关火。公司新闻台东报道。为了要互民众更加亲近艺术，这故宫博物院甲澎湖县政府来合作，包括肉形石甲等等15件的故宫文物。月中开始，就要伫咧澎湖的生活博物馆来展出，嘛结合在地历史文化，呈现出澎湖大航海时代历史模样。就算是上班日，故宫也是有不少游客来参观。其中一粒为清代流传到今的国宝肉形石，更加是国内外游客拢爱看的展览品。故宫即阵甲澎湖县政府合作，规划5月份，甲肉形石在内各种15件珍贵文物，头摆摕去澎湖举办特展。所以这次会是定调是，大航海时代下的海上明珠。以这样的概念，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丰富的一个海洋文化的城市嘛，可能会有一些有点像海怪啊，或者是鱼兽啊，类似相关的这些器物，会在这次的特展做一个呈现。澎湖县文化局表示，国宝来澎湖是真难得的机会，希望会当让在地民众更加了解澎湖的文化历史。
高强表示，即摆毋但展出高强的15件珍贵文物，也配合澎湖在地的文献，考古发现即寡文物做伙展出，呈现澎湖即个地理位置特殊的岛屿伫大航海时期的历史。澎湖从以早到今哦，对东南亚一个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的枢纽。哦，而且澎湖还有这特殊的自然景观，甲一寡很难得的一寡人文背景。哦，还有蕴藏很深厚的历史因素。尤其对明朝的郑成功迄阵开始，澎湖就是中西方在航海时代里面非常重要一个航海图内底一个引导点。即摆特展5月17开始伫澎湖生活博物馆举办，会展出3个月的时间。高强表示，即摆特展是高强100年疫情当中高强国宝出游期的活动之一。目前也等咧计划，要伫宜兰展出高强的文物，希望互民众亲近历史甲艺术。记者郭文正准由台北报道。那讲到较早囡仔是无通耍手机啊，因为佚佗物啊，就是耍竹仔枪，也是红飘，佮有拍干乐。甚至有某个团体是特别举办台语古早味佚佗物啊活动，嘛要带大家做伙来怀念过去的日子。出去的时阵又回来。拍干乐需要功夫，看到囡仔时的佚佗物啊，有民众手鸟嘛赶紧来试看卖咧。监狱买到讲日月球，日月球，哦，有看到吗？有上过这人车野手。各有趣味的日月球甲德餐鸭，现场无论大人也是囡仔，拢算甲足欢喜，也找回来过去囡仔时代的记忆。印象上深的是啥？印象上深的哦，应该是豆皮吧？对啊，迄人赢会当甲别人摕走啊。细汉的时嘛，啊，拢在你知影囡仔拢以红仔飘伫涂骹咧拍，好爽好爽，敢若咧复习，足怀念的。除了这款的古早味佚佗物啊，老师佮传大家做伙耍麻叶、掠鸡仔囝、佮唱卡歌，也佮大家复习一寡古早味的台语名。波浪鼓叫玲珑鼓，我找到的。啊，都有啥？风筝叫做风吹，都有迄剑玉我查到是叫耍日月球，对。啊，德餐鸭就是用芳德餐鸭，对。啊，我嘛是感觉安那学台语，安那佚佗是真趣味安尼。古早的叫卖声，也是真侪人古早时的记忆。办活动的老师也伫现场放送早期台湾打车的叫卖声，不管是发财车的修理沙桶、沙门、换玻璃，也是收歹当旧车的酒干仔摊尾帽，佮有加当蒜头鸡，这叫卖声也是属于台湾才有的特色文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目前社会上普遍咧讲的双语，应该就是咧讲华语甲英语。不过，亲像咱台湾的天尼斯选手曾杰星，伫咧美国出世，伊自细汉就是讲英语甲台语。对伊来讲，这讲台语是比华语更加简单。时代今仔嘛，特别邀请曾杰星来去到学校来演讲，分享伊长期伫咧国外生活，安怎找找家己的身份认同。派一卡到有台湾的朋友加入台师大演讲厅准备演讲。台师大拜五特别邀请网球选手曾杰星分享伊伫美国出世，平常拢是讲英语和台语生活，长时间伫国外环境成长学网球，到加入职业选手的过程。就是要讲我的，就是故事我安那开始拍球，啊，我伫美国大汉我是安那生活，就是有一寡即个 identity 啊，因为我是台湾人，啊，我嘛是美国人。自细汉，曾杰星的父母就和伊讲台语。虽然人伫国外，不过讲台语对伊来讲是真顺畅的代志。2017年，伊代表台湾参加世大运，摕到网球男子单打的金牌。接受采访的时，也用台语回答，让媒体感觉真特别。这个金牌是真正阿里泰拢在笑。台师大台湾系教授也表示，因为课程演讲的核心概念是台湾流行文化，
课程以英语为主，带学生了解台湾文化，佮文化认同。透过邀请伫国外成长的台湾人来分享，会当互相交流，讲家己的母语，或者是伫无共成长环境，安怎找到家己的身份认同。因为这种欢迎，其实就是咱台湾主流社会的欢迎。嘿啊，这就是咱无应该安尼对待咱家己的语言，吼，所以邀请伊来嘛是要讲看嘛，就讲伊伫个美国大汉，啊是安怎伊会对台语遮尔有感情，对台湾遮尔有感情，啊所以伊的人生过程，除了是职业的运动员以外，伊是安怎去找出伊家己的本土的认同。曾杰新表示，即摆伊也有新的身份，就是新手爸爸。目前也拢含囡仔讲台语，对伊来讲，真做是台湾人，讲台语毋那是上自然的。伊希望一路陪伴伊成长的台语，会使继续传承予伊家己的囡仔，莫因为较少人讲，就渐渐流失。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嘉义市的历史建筑林家市民堂，本地是城隍庙戏台，经过3年修复，正式启用。那展出日本时代所留来文物，嘛详细介绍市民堂对戏台改造客家厝的这段过程。台顶布的戏盘案呢，是林家伫1922年关戏台和嘉义城隍庙的故事。嘉义市历史建筑市民堂用写实戏剧的演出，还原迄当阵戏台的状况，让人了解市民堂为戏台到主体的历史背景。为日本时代，啊到建间时代，啊到咱即马战后，啊到即马21世纪，伊逐个时代的转换，伊拢有代表性的故事，啊到建筑。这个建筑物伫1922年的时阵，是林宽敏先生捐资予嘉义城隍庙来起的戏台。1940年的时阵，戏台因为庙外路拓宽要来拆掉，所以林宽敏先生的后生，佮要倒来改建做主体，才改合作市民堂。2009年订入做嘉义市的历史建筑了后，经过16档的研究甲整修，伫初6正式对外开放。修复的时候用 X 光去看的时，你去看的迄当阵，佮有日本的国旗，啊，佮有日本的背景伫内底。我感觉讲，毋是敢若是嘉义人，是咱整个台湾为日本时代，甲咱到即摆即个所有时代的变迁咧。起好的时阵，所挂伫迄个戏台顶头的，伊顶头写得清楚的吼。西河林宽敏伊全部敬写，就是我来讲伊寄付全部的这个费用。林家表示，当初关戏台除了感谢神明，嘛希望有传播教育甲文化意义。即马才加做是历史建筑，会继续推广艺术文化，互市民堂会当延续先人的精神。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世界纪录上届老的剃头模式，原本是美国一个107岁查甫人，不过即马是宣告去日本一个108岁老太太拼过啊！这个老阿嬷是老懵老，身体是也是真健康。伊讲若是搁做法，伊想要做到101岁。最高齢の美容師としてギネス世界記録に認定いたします。第81岁大汉囝陪伴领金氏纪录证书，香蕉老太太真细粒子，真严硬，脚只真直，看袂出来已经108岁。早年14岁离开故乡立木县去东京学西啊，18岁摕到理发师的执照，到即马已经90年啊。以前的伊上熬加当时流行的飞机头，即马脚头有疼，互伊袂当长时间工作。不过伊也是会定期为老顾客来服务。嬉しいっていうためにいっぱいです。1939年，香蕉老太太22岁时阵，伊甲先生开理发院，后来去拄到二次大战，先生互人定调入伍煞战死。当时的店面嘛伫战争中烧毁，伊只好带2个囡仔返去故乡重新开始。香蕉老太太提出家刀，展现真流利的双手，会当得到金氏认证。伊讲都要感谢爸母，予伊健康的身体。109歳ですから、10歳まで頑張りたいと思います。香蕉老太太伫高龄104岁时阵，捌为2021年的东京奥运团队盛会。伊表示，只要伊还有人客，都会继续做落去。公司新闻翁如梅编译。今年有中国品牌大成宣布推出一支全世界上界保的手机啊，是无到0.6公分，引起注目。不过，这中国嘛可能只是赢伫咧大成发表，因为这风声讲 iPhone 今年的新手机啊是做甲比伊较薄。
在巴塞罗那的世界通信大会顶悬，这款高度敢若5.75公里，讲是世界上薄的智慧型手机啊，是真伤人注意。民众好奇甲摕起来试，结果和家己重酷酷的手机啊比一下，确实是完全无同。That's really amazing. It's really amazing, incredible. If I just compare it to the block, the stone I have in my pocket, it's really a huge difference. Look at it. You can see also. Amazing. 这是中国品牌团 Intechno 厂商推出的全新概念机 Spark Sting， 和三星 M 5月就要发表，讲是机身的高度敢若5.84毫米的 Galaxy S25 Edge 比起来是更较轻嘛，更较薄。但是和苹果今年嘛要推出的超薄款 iPhone 17 Air 高度敢若5.44公里比起来就小可较差一寡。不过 Spark Sting 内面有5200毫安培小时大容量的电池，希望就算机身变较散嘛，同款有续航力。公司新闻展回应朋友。下晡晡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5度到17度，中部地区15度到19度，南部地区18度到24度。东部地区16度到22度，外岛地区9度到17度。搁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陈哲安，咱后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